跟住咧，我就要講長者。長者係咩咧？長者就係年紀大啲嘅人嘅長者。咁觀音菩薩咧會善長者咧去度眾生嘅喎。點解咧？其實咧，因為有一類眾生咧就好愛國嘅，亦都咧愛宗族啊，即係咧其實喺傳統嘅嘢咧，佢都好愛。咁觀音菩薩都知道咗，就咧會善咗長者嘅身份啦，就同嗰類嘅眾生咧講咩咧？講人民愛物係啦，就同佢講咧就敦親睦敦親睦鄰，即係講一啲和睦嘅嘢。為咗咩咧？為咗令嗰類眾生係有成就，即係愛國啦或者愛宗族嘅人，觀音菩薩咧就會善咗長者身份，都同佢講翻關於愛唔係人民愛物啦，即係人咧仁慈嘅人，係啊，咁令到佢有成就，好慈悲。咁而咧長者咧喺佛教入邊咧，唔係個個都可以叫。咁但係咧，長者其實有個定義，係喺我睇佛教嗰啲書講，長者咧即係有威望嘅人啦，有才有德嘅人啦，先係叫長者。咁佢仲有10個條件先可以叫長者，係啦，長者就係姓貴啦、地位高啦、大富啦，即係好有錢啦，係啦。咁另外好威猛啦、智深啊，即係有智慧啦，同埋咧年紀好大嘅，行正啦，同埋禮備，同埋上嘆下歸，係啦，呢個咧就係做長者嘅條件咯，係啊。咁觀音菩薩好善良，就係知道嗰類眾生有呢個優點，所以佢會善呢個同佢説法，令到佢成就咯。